这一场是我们念佛的人应该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的问题。怎么样能够了解到祖师大德给开示的话，对我们呢能够升起信心？那么这些话对我们来讲都是影响力很大，太重要了。我们一般人呢会疑惑，进退两难，有时候会有疑心病很重。那么我们如何借用这几句话来让我们信心建立起来？这个是太关键的了。我们来看印光大师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印光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嘛，他的境界之高，智慧的圆满，让我们大家都很欣赏、很赞叹。那么他讲的话呢，太有道理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上根如文殊普贤之仇，下根如忤逆12之辈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机。各位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上根器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他的条件都很强的、很够的人，符合修大乘佛法标准的这一种大根器的人，如同像文殊菩萨一样。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啊，七尊佛的老师。那你想想看，文殊菩萨多厉害啊！他的境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修为的那个程度，让我们欣赏赞叹。那么他这种善根，就像文殊普贤，普贤是10大菩萨之王。你看，像文殊菩萨，像普贤菩萨一样，这一种伴侣啊，仇就是像伴侣一样，你的好朋友，这么好的殊胜的朋友，善知识，这些对象，下根如忤逆12之辈，下根很庸俗的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很粗劣的人。这种可能他是一个犯了12大罪的人。你看，如忤逆12之辈，忤逆就杀父亲、杀母亲、出佛身邪、杀阿罗汉、破和合僧团，这种忤逆绝对是堕地狱的。你看，堕地狱的这些对象，下根的人哦，他心性上不稳定，都是逆天而行啊，犯了这一种这么大的罪业。就下根器的人，你看12之辈做了很多坏事，嘴巴也说很多坏事，意念他的想法也很邪恶。忤逆12之辈这一种对象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机。净土法门是什么？念佛法门啊！念佛法门就是他力法门，就完全仰仗阿弥陀佛名号的救度，这个叫做净土法门所摄之机，所救的这些对象啊，这些根器啊，不管你是上根器、下根器的人，佛没有分别，平等来救度。哦，原来这个念佛法门给我们众生带来太大的希望了。如果没有念佛法门，我们呢很多罪恶的凡夫众生必定堕落在恶道里面，靠自己根本没办法解脱的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会随业流转。我们众生犯的习气太重了，业障太深了，你说你靠你自己就要跳脱吗？没有办法的，你没有这个程度，你也不符合这个条件。但是念佛法门不一样，像忤逆12这一种对象，仍然佛不放弃你，只要你肯念佛，也是他救度的对象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这个念佛法门殊不殊胜啊？太殊胜了！不管你什么对象，他都全部给你救度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种末法的年代好好的念佛，符合了佛的本意，我们觉得哎呀太幸福了。如果今天没有出现这个法门，我们众生没有将来，没有依靠，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以后一定堕落，一定受苦。那时候你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各位那时候你的凄惨，你的悲哀，完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有念佛，人人都有将来，人人都能够依靠，而且人人都能解脱。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么好的内容，
这么清楚、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把握。你看，文殊菩萨发愿要到西方，普贤菩萨念佛也发愿到西方。那我们这种凡夫众生要不要念佛啊？修持境界这么高超的人，他们都念佛发愿要西方，面见阿弥陀，面见阿弥陀。那我们呢，更应该向他效仿啊！我们好好学习他们。今天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报告，大家要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念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